我哋好希望啦，坊間能夠有更多嘅企業啦，喺追求利潤嘅同時，都為我哋嘅員工啦去打造一個快樂嘅工作環境。事實上啦，員工嘅快樂咁，正如頭先 Mary 啊，以至我哋嘅 MC 都有講啦，員工嘅快樂啦，其實就係企業成功嘅基石嚟㗎。大家都可想而知啦，開心快樂嘅員工啦，個工作環境嗰個團隊士氣自然會好嘅。咁跟住隨之而嚟啦，就係嗰個工作嘅效率，以至啦就係產品啊或者服務啊嗰個出品質素，亦都會隨之而提升㗎。咁所以啦，開心員工嘅快樂啦，其實正正就係同我哋企業嘅盈利係掛鈎㗎。咁所以因為正正有在座各位首席快樂官，以至我哋 CHO 呢個平台去推動呢件事啦，香港係越嚟越多呢啲快樂企業、開心企業，從而啦去推動我哋香港整體嘅經濟增長。咁所以喺度啦，我都代表特區政府衷心感謝在座所有嘅朋友所作出嘅努力同埋貢獻。